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大家一段心来准备念今日要念的圣诗，请咱来念新圣诗120首。新圣诗120首，上帝欢迎时代的奥妙。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老早，咱即时请起立，咱同心来敬拜阿罗主上帝，有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你拜三拜四拜，我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
个世界上，若有上大的福气，就是认捌主耶稣来成做咱的好朋友。咱感谢恩典，咱的天父，予咱大大的福气。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腿、你的拐安慰着我。我要感谢上帝，赏赐咱每一日的平安，甲咱同在。上帝赏赐的平安眠，也予我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雨。
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高，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作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我过心山高，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甲我相作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对，咱这时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同心合意来敬拜你。阮呼求也较无你的同在，愿你圣灵降下伫阮的中间，互阮伫每一个礼拜敬拜，生命会当得到更新。我们用心灵甲信心来学乐敬拜你。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一切荣耀归于你。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我的心真静，全有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咱三个来以信息来学上帝。信息第120首。上帝关灵实在奥妙，请来起立真专首。主
坐，咱大家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尽心来感谢你。你是至尊、至大、至权的大主宰，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伫这个圣的主日，我要谦卑敬虔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你用你的疼充满伫阮的心，伫阮的祈祷中来靠无你的话，亲像鹿并无溪水。只有主，你是阮的心所爱，阮较无来敬拜学了你。主，你是阮的气力，是阮的盾牌，阮单单仰望你。幸好伫你的下下，全心全意来祈求你。诚侪阮是伫价顶的救赎主，阮也要用敬虔恭敬的心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恳求主赦免阮的罪过，互阮伫主的内面因信信对义得自由，无得搁挂着迄个做落伍的担，互阮全心全意来倚靠你，除去阮心里的不义甲污秽，伫十字架顶的救赎显出主你的疼。恳求主，互阮的祈祷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打开阮的心，互阮来仰望你，伫主你礼拜领受你的恩典甲祝福。阮也为着国内防疫甲进入后的整个时代，保守兄弟姊妹身心灵的健康，也为着俄乌的战争会当早日来结束，来拯救受到侪苦难的百姓。阮也通过牧师的教导、圣经的学习，对你的信搁较坚定。也帮助阮用感恩的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服侍你，并且主丰盛的慈爱，永远拢甲阮大家伫咧。阮将今仔日的主日礼拜交托仰望主你的手中，是阮祝福伫牧师的讲道、敬拜学乐，所有服侍的同工甲众兄弟姊妹有信心的充满、引带甲保护，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启应，咱大家启应。启应文第53，弥迦书第6章，伫正式后面启应文1095页。现着我来启，请大家留意。我着带什么来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拣为欢欢喜，新鲜食工的羊，还是慢慢调配油？人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对声，就是因公义、真纯、慈爱，甘之伫你的上帝做下。献诗，请圣歌队来献诗。圣歌队今仔日要所献诗歌是我全心信靠。
感谢圣歌队美好的献诗来到上帝。咱大家来共读上帝话，记载是《新约圣经》甲太书5章第1节到第6节，《新约圣经》甲太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是《新约圣经》216页。我来他大家来看，在太书第5章第1节。基督讨办咱做自由，所以你毋着徛在，无你阁看到迄个做奴仆的时单。我保罗甲恁讲，你若受割礼，受基督无离的是你。我阁再对逐个受割礼人证明，伊着行招生的律法，亲像欠地着行。恁爱对律法亲做伊个，是已经甲基督绝断，已经对恩典的位愈落去，因为我告神。对神在天后所毋人的义，因为点伫基督耶稣受割礼啊无受割礼，拢无功效，除了神对人来行的才有功效。以上。主将伊的话写了伫我心，请大家起立。使徒圣经对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因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便是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领出来审判大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上头，对社会，肉体高我，永远的亡命。请坐。讲道，咱请国神牧师今仔来讲道。牧师今仔讲道的题目是我一生得自由。请大家注心来听，从时间到牧师。各位长职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以及线上的朋友，愿上帝赏互咱，愿上帝再继续引带带领，互咱会当安然来度过即届疫情所带互咱的威胁。我相信咱哪来哪接近。会当得到自由的日子，阿妹感谢主，来，愿主赏互咱，因为疫情哪来哪稳定当然毋知秋天，毋知会阁有另外一波的高峰，咱目前无法度掌握，总是咱知影讲，伫国境，伫国境国门都渐渐的来开放。其实现在台湾人去国外都可以去国外那大概有打疫苗都不用隔离，特别很多 YouTuber 这就开箱，我现在人在日本，我现在人在韩国，我现在人在哪里，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生活能够恢复到更自由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口罩一直是很痛苦我知道某个国家伫室外他们就是不用再戴口罩了。那欧美更是没有这个口罩的这个限制那咱讲疫情带互咱就真无自由特别去年3级的时，咱的感受真深感受真深。咱回想咱的生活，我记得伫民国76年1987年，可能在座兄弟姊妹拢捌过着迄种戒严的时代，戒严的时代。你敢知影种的日子是安怎？电视只有3台，台视、华视、中视，然后嘛无24点钟拢有电视通看差不多中昼有开放，了暗时5点外以后，了暗时大家拢差不多伫厝内所以伫戒严时代是无。所有的24点钟的便利超商，是解严之后才有。我的印象是这样。那解严之后，
就有什么那个24点钟的便利超商，即摆少年人讲若无便利超商，无法度生活，因为真侪方便的所在真侪方便的所在，所以过去伫戒严的时代伫戒严的时代，咱的言论甲自会是无，所以解严之后我们就开放，然后自由，一直到现在。然后以前言论也是没有，言论也是被限制的咱的言论嘛是向限制，无像即摆电视就开始骂即个政策无好，爱做无好啦防疫做无好啦，安怎做无好你讲的下面都会说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所以这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啊。当然有当时咱讲话嘛要负责，咱做代志嘛要负责。自由毋是讲无有即个限制，就是讲咱会当更较开放来过生活。咱若无法度想象过去的生活是啥物，即摆有可能一寡少年人因无法度想象，当时你若想看卖以前现在的缅甸人大概就是我们民国50、60年代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生活是被严格控管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上帝帮助咱戒严甲解严戒严跟解严，就是咱一个生活自由程度的一个过程。在1987年那个年代，我做兵的时我伫金门做兵，较早未去做兵的是讲你一生若法度去金门做兵，迄是你的荣耀，因为金门袂当去，迄叫做啥战地。即摆咧，逐个人拢会当去开放观光，哇，所有的军事机密即摆拢解密啊！甚至现在很多那个军方较早军方控管的据点拢开放互民间，你拢会当入去啊，所有的坑道碉堡都可以进去。那我以前当兵的地方也都没有人管的，反正都是还给民间的。所以那个金门的老百姓伊嘛从来毋捌去过军事据点呢，所以因就招一团因都去探迄个军事那个地点我金门人嘛从来毋捌来过，较早讲金门遮水，所以种言论的自由甲时代的改变对咱来看，对咱来感受，这是一种生活的成长甲进步。特别是保罗今日为虾米要写批加入派地区的教会，就是咱今日所读的加入派书，因为咱已经进入新约，所以要人讲要用旧约的例来套伫外邦人的心情，让外邦人很受限制。为什么要受割礼？我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一定要受割礼才会当成做基督徒。这是保罗所要甲咱教导的教义甲伦理。咱知影加太所在是对按照新约的次序哥林多前书后书过来是加勒太书哥林多前后书了是加勒太书。哥林多是一个城市，保罗写互即个城市的教会，但是加勒太因是一个城市，伊是一个省，一个行省。大概是在土耳其境内那一片黄色的，就是加拉太省，所以伊是要写互迄所在的教会，迄所在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伊收着因的互相去传保罗的书信，互伊知影讲什么教导较是真的所以伫保罗迄个时代，伫加拉太这地区有安提阿教会这毋是圣经迄个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安提阿教会。还有以哥念一个念罗斯德特比遮个城市，拢有设立教会。大概是伫保罗第二次的传道，大概是主后49年的时阵，保罗去遐传道，然后伫遐有甲因接触过。遮个兄弟姊妹，因有的是外邦人，有的是犹太人。犹太人因无爱信犹太人因接受耶稣。了后成做犹太人基督徒，毋过遮犹太人基督徒忽然间讲，哎呦，你若要救阮，你要接受割礼，你要接受割礼。那咱知讲割礼
是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亚伯拉罕伊细汉嘛无食割礼，所以当上帝赏赐伊的囝以撒了，他是跟以撒一起守这个割礼。对亚伯拉罕开始，上帝甲伊立约了后，每一个查某囡仔出世的第8日，都要受割礼就要守割礼。那这是一个仪式。所以耶稣的救恩甲割礼有啥物关系？耶稣的救恩是伫十字架顶，这确是真实，毋是伫割礼顶面。所以咱已经是进入新约，进入到新约，不要被旧约的律法给限制住跟绑住。咱知彼得，彼得伫厝顶捌倒枵的时，上帝赏赐伊遮个礼物，结果伊看看，这拢是无清气的，袂当食。但是上帝甲伊讲，若上帝看做好的，你通食。伊看看这拢无清气的，袂当食。了后，这是一个启示，因为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伊要甲外邦人接触。彼得要甲外邦人接触，你一定爱有可能要甲外邦人交陪，有可能要甲外邦人做伙食饭。外邦人因食物件，有可能是食猪肉，你讲猪猪肉，有可能讲，可能是猪肉，有可能是迄个，不要紧。彼得若无爱食，无要紧。总是有一摆保罗向讲，彼得甲外邦人做伙食饭，但是彼得当保罗搞的时候，彼得起来讲，这甲我无关系所以他撇清跟外邦人的关系。所以保罗是要讲。犹太人的信徒袂当自视甚高，袂当讲我是旧约上帝拣选的百姓，我比外邦人高一等。保罗是要甲咱讲，有受割礼，甲无受割礼，这毋是你得救唯一的条件。你唯一得救的条件是甲耶稣基督有关系。所以保罗写这张批的目的，就是要甲信徒讲。耶稣基督救恩已经互伫律法以外的人，就是这外邦人，拢已经享受伫律法内面的恩典。不要用律法去勒索、去恐吓，那迄个人咧说，恐吓、威胁，你爱接受割礼，你才会当得救。用这个出发点，咱会当做来思考，咱即摆教会，有可能嘛会拄着。新的割礼套伫咱的心情，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教派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就是咧讲教义甲伦理的部分。保罗先用教义来讲，然后提着伦理。教义嘛是伦理的根本甲基础。若无信仰的教义的伦理，那亲像无根的树，连面长会倒。所以保罗咧甲遮初代教会甲因讲。咱所信的是什么？咱所信的是信割礼，不是信割礼，而是信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复活，所以耶稣已经复活，他的灵，伊所享受的圣性已经甲咱同在。所以这教义，咱讲是伦理的根本甲基础。所以咱基督教演变了基督教的伦理。所以若信仰无教义嘛无伦理，这是。咱无法度去发挥咱所信的真理，所以爱转来到咱的信仰，就是讲咱信什么？咱是信什么？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就是伫教义甲伦理的基础了后，开始慢慢啊成长。初代教会是指主后33年，差不多耶稣30岁传道理到。3年以后，得入十字架，然后过活，差不多到313年。313年是一个分界点，迄个分界点就是讲313年以前，313年以前，君士坦丁，他接受了基督教，伊接受着基督，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啦，这个兄弟姊妹因所信的。
这个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所以313年以后，基督徒就无搁受迫害啊。当然313年之前，一直拢受到迫害，特别是伫保罗时代到彼得到因顺道以后，这段100几年、200几年，拢受到真侪教会迫害。那迄时阵除了有迫害了，阁有异端，还有异端。所以为啥物咱基督教的伦理甲教义爱照着使徒来甲伊讲互伊清楚？无迄时阵基督教的信仰还未形成，就有人开始传乌白传。比如讲诺斯底主义，啥物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就是灵智派灵智派，就是讲知识用知识做伊的根本，然后伊还阁有希腊、犹太甲波斯一寡的哲学哲学甲宗教，甲伊融合在里面。所以他是主张善跟恶，啥物是善，啥物是恶。伊讲这个善的源头是伫属灵至关神，这耶稣是至关神的使者，所以耶稣有过来救赎，但是耶稣无道成肉体，耶稣无道成做肉体，所以耶稣嘛无伊的救赎嘛无伫十字架所以安尼就传偏去啊。咱要传的是定伫十字架顶的耶稣，耶稣道成肉体，所以约翰福音讲，耶稣是迄个道，是迄个光。了，诺斯底佮甲咱讲你若要信即个财物毋是你会当得着，是受拣选的人才会当得着救。了，伊就佮甲你乌白传，佮甲你乌白教。这个诺斯底主义。了，有一种的反应说，这拢非常的共款意思讲。耶稣来到世间，因为耶稣过活嘛，耶稣是一个影尔，伊无肉体。因为耶稣已经过活，所以这拢是以后形成的一寡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保罗就是要摆脱这个错误的教导，传入去教会来，安尼造成使徒教导顶面的困扰。这是敢若2个例尔，还阁有几来个所以在伊当时伫咧土耳其境内的教会跟希腊境内的教会都会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伫土耳其内面的教会甲希腊的教会，拢有拄着这个异端所以异端，咱现在来讲，即摆的异端，若要安怎分别？就是第一，咱袂尊活人做救主。如果在传道理来讲，我是救主，只有信我，才能得着救。我是耶稣，也是讲是上帝派来迄个先知使者，安尼通常会落入一种异端。除了基督以外，咱无别个拯救。所以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甲咱讲5个基本的信仰的原则，就是安那：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只有独独圣经那听，只有独独靠你的信心，只有独独靠你的恩典，只有独独靠你基督来面，只有独独靠上帝的荣耀。有人甲讲唯独，甲伊写做唯独，只有读圣经做除了圣经以外，无别本的圣经。但是即摆有人传甲圣经做相反的圣经，咱嘛爱真细腻只有读圣经，读基督。愿上帝帮助咱，所以咱的真理就基督的内面，对基督咱来开帖到伫旧约，所以异端拢会行偏门，来掠这个信心无坚定的人，也是伫咧教会游离教会者，异端毋是敢若出现伫初代教会，伫现今的教会嘛，陆陆续续有异端出现。这东方闪电可能咱拢知影伊无叫东方闪电，伊袂甲伊讲我叫东方闪电，伊会甲伊讲我叫全能神的教会。然后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有一个名称叫做新歌教会，因为他们都也唱诗歌那个诗歌的教导也很好那个影片也做得很美丽也做得很棒YouTube 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就有一群人穿得很漂亮，穿得比你还要绅士，还要淑女，哇，他们就一起在那边唱圣诗，那个歌都有一点中国调调，就是都很卷舌的腔啊，我会当安尼简单讲啦，所以这种教会对咱来讲，你若入去，有当时是一个无回头的路，咱有新天地教会，这是对韩国来新天地不是他的意思叫做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的教会，的圣殿，像安尼来讲，对咱来看，哇，这名称有够好的，但是当你若入去的时阵，你就中了异端的圈套，你就对着异端的圈套甲陷阱，你甲保罗时代同款。所以保罗有啥要写加拉太书？所以咱对加拉太书，咱会了解认知认捌，咱就是爱跳脱拯救就伫耶稣基督内面，无阁有其他的，无阁有其他的第二本的圣经，也是第二位的先知，互人也是讲伊是耶稣所指派的使者，拢袂使安尼。所以常常有人称讲阮伫咧国度内面咧敬拜，也是讲阮是伫对伫即个帐幕，伫啥物种的国度，咱只有上帝国，上帝国就是记载伫圣经的内面，所以咱毋免阁去过头来接受着即种的异端，这是牧师爱甲人教导。所以认真的基督徒，你得当分辨这是空谈，有当时是空谈。所以教会袂当超越圣经所启示的，袂当超越圣经所启示的。所以咱来相比遮的，因为遮伊嘛利用媒体，互你得到。特别是 FB 顶面，若有拄着简体字的人，你特别爱说伊，你著看伊拢po耶稣的相片。都是些相片，很美的照片，但是那个都是东方闪电拍出来，要找你们的，要抓你们的人，所以你们有 FB 有加好友的这种，都要赶快把它去掉。我以前加了很多，我都把它删掉，一个一个把它删掉，也是简体字，然后他常常po上帝的话，美美的图案，很美很美的很 Q 的图，然后也会写圣经的话，小心，那么就是专门来找你信心无够坚定，还是你心有摇动的人，你游走各教会，你没有固定的教会聚会，那你很容易就会被吸收，我上帝帮助咱，所以保罗是讲基督的信仰是咧破除这奴隶的捆绑，所以是伫咧哥林多后书3章17节嘛，甲咱讲当主就是迄个神，主的神伫迄位都自由，所以神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那个自由是要在我们灵里面，咱的灵去得到自由。所以对即个咱来看保罗其实对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伊嘛安尼讲保罗对割礼的想法就是讲，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偷办咱，互咱得到自由，互咱徛会知，咱就无搁做奴隶，无搁背即个担。我们不是被限制住的奴隶，我们不是被这个奴隶给限制住。所以现在来自耶路撒冷的这基督徒。就咧传讲你受割礼，你才能得救。你一定要守割礼才能够得救。那保罗明确表示，耶稣基督已经主动偷放咱无去靠人，咱无去靠着咱无靠着信靠的人才能得到救，咱是靠耶稣。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已经互咱自由，毋是咱做啥物。是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白白来赏赐互咱。所以主就是迄个灵，迄个神，迄个灵，主的神，主的灵若伫倒位，咱就伫迄个所在来得到自由。所以这个灵若伫咱教会，咱的灵就得到自由。所以圣神动工的所在，就突破所有的限制。
才会枷锁，限制枷锁，才会捆绑。那亲像你已经得到自由，但是你搁要转去做奴隶，你敢袂？你嘛无啊。今仔讲，咱搁来戒严，你敢袂？我想即摆大拢无啦。咱2022年我们戒严，咱今日若实施戒严令，咱就亲像旧年3级警戒安尼，要袂当出去啊，你只有通关伫厝内，你敢袂？你嘛无啊。莫讲戒严啦3级警戒你就惊到要死去啊。所以讲这是一个束缚，一个束缚。所以讲人信仰毋是要甲咱强迫，互咱当去做奴隶，是要互咱伫律法的内面更较焦灼。耶稣嘛讲，我来是要互律法更较完整，要互人甲上帝的关系更较亲密。只要伫基督，只要基督伫咱的心内，咱就靠着这个圣神来得到胜利，无互这个来捆别人，来束缚人。新天地教会啊，很多基督徒在韩国很多基督徒都被抓去，因为一到最后是什么？创始人以色列这里面可以去查。这创始人他就是教主，伊就是教主透过教主的启示教导你，才通得到救，你才通找到真理。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我就是迄个活命，迄个真理，迄个道路，只有耶稣那边无第二个。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来清楚明白，只有你读圣经，对圣经的明白明白，你才袂去用受引诱。变做异端。第二，伫信仰的内面的自由毋是条件。所以咱知影耶稣基督的恩典了后，咱搁爱搁较谨慎，因为咱是因信称义，毋是因律法，毋是因律法，也是因教理来称义。咱是因为咱相信来称义。所以过去的教导会教了初代信徒的性命，但是咱嘛爱分别，希望。咱会当知影讲，咱知影讲，咱毋是靠着家己的行为，咱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个教导出现的时，咱就要真细腻。伫加太书第5章第40嘛有讲，即个恁爱对律法称做义的，已經甲基督絕斷，已經對恩典的位落落去。意思就是講，恁若閣用律法来称做义，就已經甲基督的救恩無關係啊，就失去迄個恩典。所以咱無受到封鎖，對教理來看，只不過是猶太人的封鎖之一而已。所以講教理等於。教理等于是犹太人受无要緊，但是咱外邦人，咱无一定爱照安尼。那亲像必定上帝已经在讲，你爱接受着外邦人，但是照律法咱袂当食猪肉呢。在座各兄姊妹，要安怎？要安怎？所以若照安尼咱拢爱食牛肉，咱的生活的成本会足悬，鸡肉会当食，然后土山袂当食，鳗鱼也不能吃啊。那日本人怎么办？日本人都吃鳗鱼便当，那还有什么不能吃？泥鳅，无鱼蛋的嘛袂当食啦，足侪物件拢袂当食，要安怎？圣经甲咱迄个这清洁的物件。不过，就是伫彼得上帝已经赏赐这物件。就是比如讲，我是一个清气的人，遐物件我袂当食。但是圣经有甲讲，这是上帝所欢喜，你若捌倒腰，你先甲起来食无要紧。所以咱对咱的教导就是讲，对咱毋是犹太人，因为咱毋是，咱对犹太人看咱是外邦人，但是咱接受基督了，咱已经成做得救伫恩典的人的内面，咱嘛是相反对律法来得到利益甲帮助。所以这律法。是成就咱的，这律法是成就咱，做完上帝帮助咱，所以毋通互上帝祝福关起来。所以人若要得到人若想要挖靠基督以外任何这事物来得救，
等于你无挖靠耶稣基督恩典，这是咱爱真注意的事。第三，对恁爱发出的信心，对恁爱发出的信心，这是到尾保罗所甲咱启示教的，是讲救恩是要因为圣神的运行伫人的心中来产生功效，因为圣神的开力，甲咱的信心，爱对你的疼心来表达、来发现，来产生所以基督信徒甲犹太的主义会无共款，就是咱靠着圣神、靠着信心，咱听候。但是犹太人，因是靠着良心、靠着行为，因只有看着摩西的律法，遵守摩西的律法来互家己成圣。但是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加拉太书5章60度。因为点伫基督耶稣受割礼，甲无受割礼，拢无功效，独独是对恁爱的行才有功效。所以是爱对恁爱来行出才有这个功效。受割礼甲无受割礼，已经毋是你得救唯一的标准。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基督徒得到自由的人，真实爱真实爱徛在而且咱靠着信心，咱守望望，发出疼心。所以律法只不过互人一种的规范知识，但真正的信心是要互咱的生命有能力。只有用疼心、用爱心做出发点，互咱生活伫基督的内面，这才是会当互耶稣基督救赎。这才是无向限制，无灵内面的自由。有当时这敢若是，佮敢若毋是的道理，有当时会出现，会互咱绊倒，也是互咱知影讲，毋知要怎分别。但是求上帝帮助咱，帮助咱，无有另外一种的割礼来限制咱，所以咱爱徛在毋通成做奴仆的担，佮来过这奴仆的担。咱当心来祈祷。主，你听阮，你使阮伫阮的生命内面，互阮伫灵的内面来得到自由；互阮伫主你的听来得到自由；互阮伫主你的稳定实现的内面来得到自由。求你帮助阮，求你听阮，求主互阮会当用信心伫听心的内面来表现。这才是阮爱行大的行为。阮毋是靠着律法，毋是靠着旧约，才会限制人的物件，互阮受捆绑。求上帝你是因为你来用你的话来成做新的约，互阮伫新的约的内面，互阮得到自由，互阮无搁背奴仆的担。愿上帝你帮助阮，你的灵来开启阮，你的灵来帮助阮，互阮伫信仰的内面。来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主你的灵伫倒位，这个所在就得到自由。愿主你帮助阮，愿主你听阮，愿主你互阮的教会会当跟对主你的脚步来行。主啊，恳求你，就是价顶的救赎已经赎回阮。主啊，恳求你来带领引带，阮献上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的进度甲勉励。咱三个来吟回应诗，信诗第450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请大家起立吟全首。
大家来用感谢的心来奉献，请主任的同工来执行。来去银行的纸。谢。大家来看今仔的题目，伊来是加拉太书第5章第6节，咱大夫来念一遍。因为这是基督耶稣受家的，啊无受家的，拢无功效，除了信对人来行的，才有功效。加拉太书第5章第6节，咱来关心教会事。今日真欢喜吼，有三位弟来咱的教会吼，咱同齐来甲欢迎吼。第一位是林书记，林书记，咱大家好，就是关照教会是这山的教会吼，咱真
第二位是吴志雄，吼，咱后来伊来工作吼，希望咱会当为内岛会当建设着学地的工作，吼。第三位是吴佳慧吼，还有李传道，伊会要用步履按步履来到泸州陪阿嬷来教会。真用心哦，欢迎来，咱来教会欢迎，咱用歌来。咱大家来看今日的邮报吼，本会消息。第一，临港即月伫八月初的班机也要前往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国立大学医学院吼，伊也报道。随其大学信义留下的情况吼，关注灌注保守。第二，八月初一后下主日连下礼拜9点举行信礼典。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付主的恩赦，领受主的救恩甲活命。有真侪感恩礼拜，邀请大家同齐来出席，同齐来庆祝，主祝福。第三，八月初7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举办心。第四，韩国参与到基督教会伫第50届主教礼选，主题台湾纯出手，线上祈祷会8月12日拜五暗时8点举行，欢迎兄弟来到教会同齐来参加。第五，每礼拜三暗时8点的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来到好信心守望教会基础来到。第六，在于奉献，请大家尊主最大，守主诫命，奉献蒙主接纳祝福。也未明白在于奉献道理的，请以甘心乐意来奉献。第七，会计报告咱大家来看。团契消息，第一，儿童主要主教儿童营信心的尊者者，8月29号、8月21，拜六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4点半，招生30名，国小1年到6年的学生，保证金300块。若是不知道不缴费，全程参与活动结束会当全额退费报名到7月31额满截止欢迎邀请亲戚朋友的囝儿来参加，来领发疫苗的主。第二，担心团契8月初7下主日礼拜后，伫1楼举行8月份的例会，遗体相通，为肺炎疫情祈祷，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甲防疫的人员，祝下平安甲咱同在，保守台湾疫情早日减轻。疫情冲击经济援助数人民推经济活路。第二，为乌克兰的战争局势当甲人民的祈祷，希望战争会当早日来结束。第三，为驻外长兵求学青年来祈祷，为结婚的青年婚姻来祈祷，为着身体欠安、患伤、手术、失眠、癌症来祈祷。咱特别为咱的遗体来祈祷，为爱玉姐甲邱月姐先生苏贞堂的妈妈甲傅来生弟兄，春梅姐甲文杰姐长子恩琪甲美英姐长子俊发甲志娟姐来传弟兄甲苏根姐就是咱为咱的遗体来祈祷那告解消息，第8月27日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道部主办初阶中职训练会，专题恢复指导的补助欠费，地点伫大洲营教会，到8月21日报名读书第二，台北中会中
办教会发展研讨会，伫9月初3拜六早起9点半到下晡4点半，伫芒甲教会；9月初4下晡1点半到4点半，伫山地堡教会。专题9月初3是助力带来信息，有内容会当遵守吗？运动训练的趣味甲准备，对传给到多多提醒的哦。以需要为导向的福音的时间。9月初4是美信同巡，迈向21世纪的教会。费用100块，报名到8月31日，请上一单工踊跃报名参加，共同拟定教会发展的策略。以上，请做出来补充报告。明年寒假暑假，韩国山教会拢来台湾爬山，因今年是疫情第3年，有法度来到实体的短宣，不过因一礼拜嘛是拢用移倒吼，所以是8月12号暗时5点，暗时8点，伫咱的教会，咱嘛是同步线上来祷告会，欢迎姊妹姊妹来参与，都来参与。咱伫8月9号，8月9号礼拜二晚上7点半，礼拜二晚上的周报没有写了，那这个礼拜周报会写，就是说大家把时间先空起来就8月9号，8月9号暗时7点半，那你的短宣队员会跟我们一样在线上见面，那我们希望啦，因为这个是自由参加的就会发在群组的那个连结，大概用 Google Meet 的连结，那大概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在线上见面，大概就是2个时间。咱准备一首歌啦，你若有伫线上做伙见面，安尼咱来用迄个天地有点真正大把迄个 PPT 做到咱来用一届用2届好啦唱2次假设咱迄天咱会当伫线上带见面做伙唱歌，咱就无搁特别练伫线上大概拢是打个招呼啦，打个招呼认识一下，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实体的短宣希望大家都很期待明年的，希望是明年的那前年就在期待明年，但是变成明年的明年还是没有办法。那再来请来，预备5点，请这样走来。在
点半，你若连接，你若自动连上去，那我们就在 Google Meet 见面，那我们就会一起唱这首歌来祝福。他们应该也会准备一首歌来祝福我们。8月12号8月12日，礼拜五暗时8点，8点伫这个所在你买到你手机自己上线了。不过我们这边会准备一个大家一起来线上的一个祷告会，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咱大家来上音买面诗，信息第363首，学乐传灵无限主宰，请大家起立，请举手，请起线，请互举手。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